嗱，當我哋過咗30歲之後咧，事業就處於拼搏期，工作又好繁忙，壓力又好大，又要照顧屋企人喎。咁好多時咧，我哋又忽略咗自己嘅健康啊。咁即使你想知道多啲關於醫學嘅嘢咧，又唔知道喺個資訊爆炸嘅時代，邊啲資料信得過，邊啲唔信得過。咁即使你可以花時間咧去睇一啲嘅醫學資訊，咁你會發覺咧啲醫生講嘢咧好難明嘅，咁啊聽完都係一頭霧水又悶，係咪？咁可以點做咧？大家好，我係劉榮幹醫生，我係嚟自香港嘅家庭醫生。我喺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畢業，係英國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。我喺香港咧已經執業超過20年㗎啦，而家咧就身處英國，就透過 YouTube 平台製作醫學影片，將一啲醫學資訊帶俾大家嘅。我喺頻道訂閱人數咧已經超過40萬，咁我亦都係2本暢銷醫學書嘅作者。我已經為大家咧製作咗一個網上醫學課程，幫大家了解一啲常見嘅都市病，包括中風啊、心臟病啊、膽固醇高啊、血壓高、糖尿病呢啲。嗱，呢個課程咧就唔會講一啲好理論性嘅嘢，我會循序漸進咧就教大家去了解呢啲都市病嘅成因係乜嘢嘢啦，有咩早期嘅病徵啊，有咩辦法可以預防，同埋如果一旦患上呢啲病嘅話，需要做一啲檢查嘅時候，嗰啲檢驗報告究竟應該點樣去理解？我亦都會讓大家都能夠明白嘅語言介紹各種嘅治療方案，各種最常見會使用嘅藥物，佢哋嘅作用同埋副作用。我選擇嘅資料咧，全部都係大家可以應用嘅。上完呢個課程咧，你絕對可以促進自己同埋屋企人嘅健康。唔好猶豫啦，即刻就報名參加啦！